各位网络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少林。今天呢，有位患了严重皮肤病的小妹呢，再三要求我帮她做一个视频，来奉劝大家、警惕大家，不要乱买市场上没有卫生部注册 MAL 的产品来试用。请听她怎么说，有没有理由？我是一位牛皮癣女患者，今年27岁，有好多年了。最近在网络上看见有好多人在卖牛皮癣和皮肤癣药膏，已知道很多是没有卫生部注册，我也一直在买和试用。不要以为奇迹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是不可能的事。也不要以为花几十和100多块就可以治好自己的皮肤病，这些用了只会让你们的皮肤更加严重。我想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给你带来说牛皮癣是可以涂药膏就会好起来，或者断根，那些都是骗人的。我试过很多无数的方法，西医、中医都试了，但是当我一停止使用它们，我的皮肤变得更加严重，会是之前的3倍。请你们不要再乱买网络上的任何产品，这些只会害了你们。要记得只购买有卫生部注册、药物标记 MAL，其他的都不要相信。最后，那些网络上卖皮肤癣药膏的老板们，要有良心啊！我们已经很可怜了。在这里也感谢他有勇气、勇敢的把自身经历亲身告诉广大的皮肤病患者，谢谢他。在这里也祝福他早日康复。阿弥陀佛，前因种树后因凉，子孙后代记心上。前世因果嘿有讲到好长，人在世间世杀的为添福旺。前世将祸来逢，今世为凄凉，人人爱孝亲敬老也孝顺教堂，恨爱有责孝心肠。有福同下乡。甘苦热下爽，多谢各位功德无量。